牵伊的手，听伊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止行的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于痛下了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半夜风给伊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。爱袂等你求下本人祝福，将过欠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什么嘢同我来看那仓库诶？什么个？阿爸看来正当的事情。那仓库看起来就係一個身體當好嘅生意呢。你可能啊，係天公把對我嘅接法，連最後一面啊，就冇去幫我看啦。假使講我冇離開，冇用講，佢唔會做樣事情。你下所有嘅事情啊，全部係我自家做成嘅啦。你見我是相親多，你就咱為一個家庭，我想咱20年來，因有名模式的婚姻，你做一段的了結。你係個願意離婚？20年來，我做徐太太的名義，也做了這麼意思。明白，以後係冇變啦。唔敢言自家艱苦，含愛去騙人笑，嚟攞人比起來哦，我真嘅冇面皮啊！我真嘅哦，當後悔。你也唔是講樣嘅，做了就算了唄嘛。你清楚了就會面對你的人生。其實講完唔會痛苦。冇害你，講得騙你。唔過我想，只有安樣，唔想做得好好照顧咱個家庭。阿廖，你用啥緣分？從以前到了下，這幾年時間，也不要輕易了。其實兩啥，係做好朋友嘅稱號，各啥追求各啥幸福。明白，但真嘅唔對哦，我用嘅保單嘢，我用嘅彌補嘢，
唔是报答啦，放心啦，我哋还没过得真好呢。虽然同弥漫的，就我真太强。等到迄，你虽然不骗人，这个作业，这个家庭还是要你照顾呢。弥漫，你对爱心不好哈，应该就有一张心中有一个地位了。我俩一世人哦，就会记得你的情。阿廖，啊？你那边啥个生意不好？你好，身体啊，很好啦，弥漫的嘞，做得，做的。生意太呢，从30过来，还没有事情同人讲，好吗？好。今天我同阿爸见面了，我决定同佢离婚，过啥生活啦。佢提出讲要离婚嘅，你答应佢了啊？我唔同意。唔免急着强个，迄我提出来个，我想今日同人讲，你冇听讲我真叫人同意啊，系冇？你做嘛叫我提离婚哦？阿姐，阿妹我离婚有乜嘅唔對呢？一段婚姻不能對老母為供養啊！阿爸也到日本沒有自家生活的，連離婚要幾種子嘅冇供養天天。家園啊，你要留細佬嘅細妹嘅關係，可能按簡單、按凊彩呢。婚姻係神聖嘅，總唔得講離就離。今日你20年嘞，其他做來嘞，而你娘做得很簡單，就答應佢講要離婚哦。太姐啊，你以前唔係一直愛阿妹老公迄邊唔記得，而家阿妹愛邊唔記得咧，點解你又按反對呢？反正啊，我做唔定年齡幾陣人啊，冇辦法就係冇辦法。太子啦，好掂掂誒，做嘛講嚟講情緒片啊？就原諒你太子咩？我哋計較啦。阿妹，不管太子講嘛解哦，我一定會支持你嘅決定嘅，我會一直留你強下。馬上天哦，就做唔得夠欺負你。啱咪嘿，啱咪嘿。乖啦。我没事，你不用担心了啊。过几天我就回日本了，回到你们的身边。一文，你放心啦。过去我曾经辜负过一个家，我不会重蹈覆辙的。我会好好照顾你们，我不会失去你们的。
之前亏欠你们的，全部都补回来。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。儿子没好一点啊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好，我很快就回来了。我知道，放心了啊。好，晚安，再见。家人，你杯茶。俺只是啦。其实吼，我哋前两接受阿妈去做一个听。我总得了解你的心情啦。俺都个承认你袂拄你的水态的，人也把强害事件袂追究的。当然，对个人上，你系最深的。强人啊，你未最了解阿曼姐的辛苦。是是为安样哦？你怎么爱讲阿曼姐哦？按到眼来，跟修电解无狂入土。每日为你同事阿曼姐，你怎么拜托接受讲，来原谅阿曼姐答应离婚的事情，错吗？真啊，我真嘅冇想到，阿妹要答应讲要离婚的呢。因为弟弟啦，佢係一個以傳統嘅人，佢仲喺度嘅講，1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年修得共枕眠。佢講做得做兩公婆係一種超難得嘅緣分嘅啊。結果咧，佢3年，阿健男就答應講要離婚咧。佢都俾苦苦等了20年，都給等埋嘅呢。那真係唔記得。其實吼，緣分本來是件奇怪嘅事情啦。遇到公婆緣分到咧，自然就會分開來。總共阿曼姐人也把緣分到咧，你留記哦，有自己嘅緣分。你唔可以點會拖啊！喺廣州的，那感恩每一段緣分。家人，我想很多。家师啊，那太极喊做对了。我也唔好啊，这么多2件事情，嘛该不会好啊？按你讲没错啊吼，咁咪蛮了哦，你也听人用我按用啦，真有个衰的，拄到按多事情诶。哦，嘛敢很衰，按难谈哎。唔咩啦，我喺讲哦。哎呦，阿 Q 真的很不会说话哎。应该说哈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哈
俺没穷用，那又好到哪里去？哎呦，至少我的说法哦，比我阿 Q 的哈有气质多了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凊彩啦，你就翻译都好咧啦。哎，错啊，家子，你太子再接受安尼结果啊？唉，我太子哦，佮张硬脾气，伊哦真人动欠呢。其实俺妹唔知佢都嘅欠嘛该，大摆哦俺妹要做朋友，佢就吼。什么？食天吧？哦，阿 Q 那么近，你不会自己接一下？嘿，唔食唔得食啦。哦。喂，南边瓦斯行，要一桶哦。好，没问题，马上送过去，谢谢，拜拜。阿 Q， 修理法郎要一桶啊，赶快送过去啦。吼，真系让我赶时间呢。哎，家子啊，你多了未哦？我下都做了，莫走哦，好。好啊。嘎。你一定很难过哈。好不容易哦，要见到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爸爸，结果竟然是这样，连我都好难过。做唔得，俺哦做唔得被打倒，俺哦做唔得艰苦，俺气牙齿，一天会勇敢，一天会坚强，俺会保护俺妹，俺哦会做俺妹的靠山。好，我蔡瑞美哦，一定会永远陪在 He 嘎子的身边，一定会永远当 He 嘎子的好朋友。所以啊，你要遇到什么事情，一定要跟我说哦。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忙，就算帮不上忙的，我也一定会陪你一起哭。你怕凉的啦？按姿势啊，大摆都不影响是凉的呀。也可能啊吼，係你最後一擺啦，以後應該冇機會再嘗試涼嘅。有冇人講哦？阿姨台北咧，聽阿姨嘅。哦，嗰啲已經都做咗啦。我今日去點咩書誒？聽阿台北阿姨佢點咩上班？有冇按突然哦？其實我阿姨已經同我講過嗰度邊咧，但係也好，我一直冇法度決定到底去也唔去啦，因為也會也好，因為靠唔下人。小友，其實咯，去台北咩以後呢？台北人哦，還會對口流行啊，還有發展啊。無像按了了去種下蔬菜哦，來來去去啊，都掠到人聽啊。你別按我嚟講啊！我說話吼，細心的啊，我來台北。老位啊吼，就是來來去去，出來等人啦。唉，來台北啦吼，除了做得發展我事業以外，某一天還做得前途，邊個開心來哦？小友，講句實話啦，你咩一隻好嘅細妹，我相信你去台北咯，一天再前都也幸福啦。我媽嚟想啊，剛下嚟台北前我幸福嘅，喏，唔係加油哦。唔係哦。唔加嘛嘅加啦，嗰度我唔啲人中意加嘢喎。加嘢話吼，唔係你嘅最好嘅細妹嘅，但係啊吼，邊係差你一些些。好啊，你用啥都叫我加入啊。好啊，今日我哋嚟比賽好嘅，看萬人啊吼是前到幸福，前到人啊吼一定要跟對方講哦。冇問題。大哥哥。走啊！你看这里的东西有些乱了，
出来。准备做去日本嘞。恭喜啊！离婚判下来就会转了。恭喜啊！总算你完成你一直想要做的事情没？加油！你听懂分析哈？爱弟啦，这下所有的事情啊，对你哋来讲，多么公平啊！不过我希望你做对两个爱。2个嘛喏，2个人没按你20年嘞，啊？还有2个讲，你还不得一个，我说你将会到日本有新的家庭，还讲哦，20年以后你一转来就拿美国你要离婚。其实，我给你结束了呀。那结束了，你对安利没半点的关心。结束你一定会转去日本，转去人不看你的身边。我讲我抢你，我抢你做一个事情，你都还没做，你都还没。哪来事情啊？加油！加油！你还要做嘛开呢？阿妹等你20年，你莫讲你半句的再犯，你要做的就是继续留一个名分给你，给还陪你替天留的姑娘。阿爸嘅面前，老离婚协议书差烂铁了。哦，做嘛搞安尼做咧？阿妹唔係講過咧，愛離婚啊！哦，你安尼做唔好吧？阿妹吼，一定安尼做嘅話，一天我都唔歡喜。安尼做又蠻唔錯嘅喏，佢偏蠻講叫佢離婚。阿姊，你做安尼啦。唔講喺自家事情，要義務看人的事情，全部都想扛下來。你有想過冇？其實有的時候，人家就唔想自家解決自家的事情啊。我係屋企親態嘅，屋企嘅事情我本來就應該講啊。安尼講冇唔錯啦，不過你有想過冇？你自家安尼當辛苦，騙人咩當辛苦啊？你有冇變輕鬆一啲的？安尼，人家壓力唔安太，骗人沒有機會創一口氣嘛。係啊，太子，你就會安尼啦，你就會安尼吼，知道某個事情哦，你就會負責，就會用你嘅方式去做。連個禮拜日哦，想要賴床，你咩會講？你嘅壓力真緊動態呢。反正吼，那知道離唔離婚，最後未去搞一3年嘅事情，人家就做生意呢，就尊重佢做好誒。再講吼，一段婚姻有老母咩窮樣係？就是咩？太子啊，你按嚟做，有可能會耽誤到阿妹尋找第2春嘅機會呢。這個事情係嚟講笑嘅啊？也有冇講笑？真嘅唔得的，你按件，但就2兩件啊。佢
佢係一個不用太富卡嘅人呐，佢老富卡嘅事情就不用問阿妹。佢講佢出去那邊賺錢賺來，結果咧就去那邊結婚咧，喺裏邊做冇阿爸嘅生意咧。佢下轉來咧，一開嘴就講要離婚，喺你就搬佢離，安尼咁有公平？阿姊，唔通來講啦，阿爸你已經失去當多東西嘅啊！唔看，喺20年來，人家都有幾多幾條嘅事件，阿爸全部都冇參加到，阿妹做啱好食嘅東西，佢也食唔到，就連阿從過最後一面，佢也見唔到。就係啊，了，係一生也就100嘅事情呢，又做唔得從頭，我就唔相信哦，佢冇一絲絲嘅遺憾。係啊，再講吼，佢日本嗰個卡沒有當多嘅問題啊，有就唔健康嘅生意呢，會帶來幾多嘅問題，所以講阿爸以後咪唔會過動好啊。呀，一切就係佢自家請嘅。阿強妹啊，我去睡咧。唉。唉，太子真係咁奇怪呢。阿妹就講咧咩，愛離婚愛變數咧，佢做乜解看唔開咧？之後，前途方有當多嘅苦，係一定唔啲嘅啦。不過，你只有佢自家爭咗得行出來。唉。免挨你講啦，一件事情對頭多面都係唔錯，我可以怪假嘢咯。我冇怪佢啊，我只唔知哦，我用蠻做爭吵啊，我老豆哦，但冇睇下較恬靜嘅生活，喺家有愛嘅，苦數我真想愛點點出去日本。兩年期也唔係，要我好好相愛咯。你假使按這個，按照我最前頭咧，你上班按照我感覺也把又按做啦，你做乜一天到現在個逃避就驚問題啦？我冇逃避，我只係我啲我自家做唔錯咧，我唔知哦，我用埋彌補驚掉啦。反正這個做事情自己解決啦，係你都冇辦法睇數啦。一前一拼一分，我可以以為我可以放心。我建議都好好留喺台灣，將呢事情也慢慢解決，喺冇一生人都冇安心啦。哦，嘿嘿。哦，好，嘿，東西嚟啦！吼，唔係全部開太大，哦，硬啊！奇怪。哦，嘿，然後，哎呦，做乜解啦？誒，嘅暗詞嘅東西唔通買人通去做買啦？哦，幾次啊，我買咗去，銀行去食，行去切，行去做，千麻煩呢。千麻煩呢，講咗全部唔做嘅樣樣，誒，真係反映咁嘅時運嘛，按難死。哦，嘿，你唔要愛利用現代科技的便利，原始人。我原始人，那個係無比意思了，現代科技哦，迄幫唔成吧，嗰度行開有品，你本身講嘅什麼，不要按難死啦。哎，你做乜咁啱挨哈？吼，你知道你挨沒學徒就真係講挨哈，我老人講哦，挨不吃這套。誒，我哪有罵你？我還有乜該講乜該啊？哎，你最近都頂你腦哎。你把我搶唔係嘛？幼稚。哦。
皮猪苗哦，做弥漫风有轻好事。唉，哎，弟嘛，哎，你弥漫了个风哦，会暗好事，个秘诀哦，就都给卤汁上面。啊，给我迄暧昧了牙包，用它研制出来嘅，这个世界迄几条轻好嘅世界。哎，相信啊，你们爱食风用的时间，有一种特殊的味道，慢慢吃出几条的感情。不过以下几条就要分开啦。唉，我相信哦，师傅要考虑清久，才做10几天啊。系啊，不过我太子正经都奇怪呢，佢嘅个性哦，不论都沉稳嘅。不过我把嘅事情发生以后哦，佢就变得冇冲劲呢。唉，哎，正经都受嘅。哎，家子啊，太子好什么个？你们俩做嘛个？你唔知哦，哎，料理迄扶贫信念最好嘅药嘅。不过呐，也师傅老太子，佢心里暗无平静。我哦最有义务哦，可以推佢哋做药嘅啊。本佢哋哦恢复头摆嘅销药，保证係药到病除。哦，你知道大家就老很穷哟，还贪吃鬼啊！哎，你是莫看唔起料理嘅力量哈？我想哦，根本就冇10分冇嘅啦，希望你乜嘢樣偷嚟做？哦，你哦，我都在讲大话，是去做出叫做抚平人心的美食，这样来讲。係啦，叫做莫期待啊，人係大嘴句，聽說愛買東西啦。對啊，貪吃鬼。泰山嘛，冤死人。但是嘛，阿 Q， 你要去喝喜酒哦？穿成这样，哦，还打领带哦。哦，天气这么热，你不怕捏抖哦？呀，明明都顶好去请假药，还能摸嘛该摸呢？哎，今天想找我麻烦啊？我告诉你，某扣内。哎，阿 Q， 你怎么这样讲啊？很不够意思哎！天地良心啊，我也是好心想要帮你啊。你看你穿着一副要去相亲的样子，嘉豪大姐哦，没被你吓死，也会被你笑死。你小孩子你懂什么啊？呵，你还秀玉搞来呢？以前啊，我就是听你这个小孩子的话，那佳瑶这种成熟的女性啊，才没有用啊。哼，亚拜哦，秀玉一指点我，我就明白了呢。还是年纪相近啊，比较能够沟通理解。我小孩子，我不懂，我最幼稚了。最好那个秀玉姐说的话能听啊。看你这样子，嘉豪大姐会喜欢才有鬼嘞。你觉得秀玉姐跟嘉豪大姐两个人像吗？秀玉姐真的了解嘉豪大姐吗？讲喺冲咧，跟喐啊啥啦？哎，又来这一套，你干嘛偷钱？我良心不安的呀！哎，天上没有白吃的午餐啊！哎，以前还没有不赢钱啊，可是俺老家了，没我蛮好的进展啊。随便你啦，我又没逼你。可是你不要忘了哦，你怎么可以跟嘉豪大姐去度假村1日游啊？是谁帮的忙啊？看哦，你都忘了。哎，那件事情哦，你莫找我讲的啦。好啦，拿一。600块，600块，我跟嘉慈去看场电影，这个东西就没了哎。你要知道哦，嘉慈是最了解、最亲近嘉瑶大姐的亲妹妹哦。她会想要什么样的姐夫啊？啊？剩下600块就给我当零用钱哦。
大方的男人最帅了。好啦，有你这种外甥女哦，算我倒霉啦。赶快说你的建议啦。哦，建议哦，我郑重的建议啊 ，Q 你应该要像平常一样叫自然最好。哎，你什么建议？1600块。哎，听我讲嘛，1600块很划得来啊！你看你稳重、老实，是你的强项哎，能够虏获骄傲大姐的芳心最重要了啦！不要想要出奇制胜呐，而且1600很划得来啊，便宜又实在。赶快去换衣服，不要穿这样啦！都快蔫豆了，快去！好啦，最后谈也就好啦。你莫笑哈，无要紧啦，你不用等好了啦，等下牙齿牙来。哎，没关系啦，反正哦，唔好呀，让我好啦，俺没冇事情啊。水面讲的冇错的，喊你爱人做下轻松的。假使今日哦，迄作势披落来，喊真唔对做就做唔开。嘉良，你在研究新的客户咩啊？哦。哎，错啦，嘉良，嘉言哦，我做西西的观众啊。诶，唔系哦，啊，西的银行啊。大师傅，今晡日吼，新屋咧停收啦，我下底吼未清满罕呢。哎，唔好言讲啊，我真嘅有听到收粮错啊。那个阿莲姑老家吃哦，买个东西咩唔定买耐去咧，按叫就冇赚来，我用有贵就唔多，你自个来买。哎，嘉良，你要去买东西啊？啊，然后你买就好啦。点样来买咩？自个来啦。家人我看吼，去在意下惊啦。太家哦，分工来做较夹啦。等下做来哦，你嘅皮咩修好了呀？错嘛？啊，错了啦。等下哦，你皮修好了哦，麻烦你了，要给太床洗一下好吗？没问题啊。好啦，什么了？好，先来。哎，你讲哦，国父革命哦，失败10次呢，俺要失败1次听呢，俺一定唔会放弃的。好，刚刚这人停加油哦。我是小 P 嘛哈。哎，等一下啦。喂，哎，你讲一条是。等一下啦，哎呦！这么该了。来，今日我买嘢，我唱啉珍珠奶茶啦。好，咦，有想要讲我嘅最初啊没口德哈。哎，但是好想要唱啉珍珠奶茶，你要跟伊玩啊，加司机，拜托俺呐。哎，我哪讲假死就会假死，我很阿记，明明气感就暗了哎，吃都一起跳啥啦？哎，装可爱。嘿，俺拢讲吼，俺很假司机，迄唔是俺纯聪。俺以啊，俺没装可爱哦，俺本来就真可爱，有糖哦。哎，上班嘅時節做唔得偷懶，跟你出來叫嘅哦，一天要年都幾萬一年。跟你講哦，你都俾死。這個酒水洗咩唔洗槍啊？難怪不用個辣衫嘛。哦，
哦，你看看，还没调时给你，你哦。我做调时用的啊，我买一笔台币哦，可能医生要增加，最后唔按住啦。好，难怪你。哎，你给吹啊！你去改款啦。人太哇，水米个阿 Q，你哦是吹越来越厉害呢。做眼太极欢喜，帮你做嘛该要，你就会去做。唔爱因讲啦，我爱做得多啊，我养入法度啊，无爱想我做啊，做唔来，咩无效错嘛。哎呦，重点又唔系结果，系过程。啊，像爱哦，就冇人对俺迄家子暗好。每个人吼，只有时间学进故事啦。你哦，总有一年吼，我差不多时间吼合得来呢。我听说这个人走是同意免抽签喽。哎呦，哪有啦，真正冇行爱啦。喂，水米啊，做嘛该个时间打电话，哈多爱啦，嘿，有啊。哦，记哦，今日真个动厉害呢，爱哦就想去攞佢拍拍手诶，好，好啊，有好，等一下哈，水米阿 Q，你家的宝贝瑞美找你。喂，水米啊，哎呀，容易很牙齿哦，刚才验是专业啊，好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咪等下了转来没？冇啦，我点好容易很牙齿的啦。阿 Q，我知道吼，我有进心心，你都会认下个牙齿，做老七家的感情不用下来，也做人做牺牲小我啦。我上太极的地哦，一定要动感动的。你做嘛该咩很给阿 Q 啊？做唔得啦，好啦，只好像其他人讲哦，做好咧啦。算了啦，刚才先来走了呀。做乜啦？你要想睡眠空用啊，我爱钱的呀。我要你嘛该啦，我要手机，手机啊，拍摄啊，一下唔记得咧。刚才先来走了呀，好，拜拜。用饱啦？用饱啦，好了，哎呀，可以的。多少钱300多了。哦，好，来，好，谢谢哈。麻烦了。他给我的广告呢？好啦。加油，等下。有閒喎，係要翻落唔該。還有乜好講嘅呢？我講嘅上擺就已經講過了呀。排謝啦，我還有事情。加油！加油！俺都在恩用嚟做，漳州的本業務對外怨恨呢。天公爸，雖然這一切事情都係俺自家做成的，但係你就做唔得同情俺兩個做阿爸的心情嗎？來，慢用啊哈，慢用。歡迎。當叫冇看到嘅哈，行到莊固啦，今日來哈，帶佢來攝影店哈，最好食嘅東西，嗌兩隻哈，喺從細鄉下太好朋友啊，咩阿珍老嗌哦，一模一樣。今日當叫哦，冇看到阿珍咧，阿珍哦，你做下啊？你點開嚟示範嘅，行開嚟請嘅，一個唔可以示範，就像你都冇來你啊啦。嘎子，你話你嘛，來點米飯就做二湯的。阿妹，記住係幾咋？好，嘎子，做唔得攏講法啦，來，兩位講啦哈。好，來。先坐下來哈，好，坐下來。你冇喊哈。來，嘎子。嘎子，什麼哈？唔是啊，我喺堂硬俾佢發。張哥，嚇，嚟啲，
今日吼来唱，好啦，两道菜吼，咱弥漫朋友，迄个点的吼招牌菜尔。哦，哎呀，你啦，时常来吼来点啦。哦，好好，含酒啊，来点。姜丝炒菜虫啊。啊，哎呀，哇，你就要先看一下，然后一下就来。阿妹，我唔要報警啊！做嘛喏？看见今日唔要就真麻烦嘞，请人去啊，我得陪律师翻，冇要紧。阿妹，马莎迪哦，以後繼續混蛋又會做乜干哦？好嘞啦，你凊彩講法，冇事情啊，醫無限啦，阿妹我等你講啦。阿妹，我唔會拉陳志講啊。什麼誒？我講前樣講哦。啊？青山流水何处去？重逢难依旧不移。千里眺望故鄉河，遙遠的人，初戀未愛你。長夜撫琴也漸起，如是故人須用情。青山下攀爬高峰，你也瀟灑，無言又撫琴，玉髮將要飛向天，往事隱隱在中間，山歌一曲能唱多少年，能多少遍，伴我夢見你嘅思念，玉髮重逢到中間。